人生的道路上，探索与成长。人生的道路宛如一条蜿蜒的长路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道路上探索、成长，并寻找属于自己的意义。这条路途不仅是物理上的行进，更是心理和情感上的旅程，涵盖了探索自我、面对挑战、实现成长和寻找意义的各个方面。1、探索自我，确立方向与目标。人生的第一步往往是自我探索。我们在年轻时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但对自己真正的目标和价值观可能还不够明确。这时，确立清晰的方向和目标是至关重要的。无论是追求事业上的成功，建立幸福家庭，还是发展个人兴趣，这些目标都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明确的指引。例如，有些人可能对帮助他人充满热情，选择成为教师或社会工作者，而另一些人则对科技创新有浓厚兴趣，选择从事工程或技术相关的工作。这些方向和目标将影响我们的努力和选择，并帮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保持焦点。2、面对挑战，应对困难的智慧。人生的道路上，挑战无处不在，无论是在事业中的挫折，还是在个人生活中的困难，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，往往决定了我们的成长和未来。首先，保持积极的心态对于克服困难至关重要。面对挑战，我们可以选择抱怨和逃避，或者选择接受现实并寻找解决方案。积极的心态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冷静地面对问题，还能让我们在困难中发现机会。其次，从挑战中学习和成长是应对困难的关键。我们可以分析问题的根源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并在未来的挑战中应用这些经验。这种反思和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智慧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。3、成长与蜕变，持续提升自我。在行走人生的道路上，成长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。我们希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同时也希望在个人品德和心灵上实现提升。这种成长需要持续的学习和自我反省。持续学习是促进成长的重要途径。我们可以通过阅读、学习新技能、参加课程等方式来充实自己。这些学习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专业能力，也能扩展我们的视野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世界。此外，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成长的一部分。与家人、朋友和同事的互动能够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观点和支持。通过这些互动，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情商和沟通能力，这些都能促进我们的个人成长。4、寻找意义，实现生命的价值。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满足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。这种意义和满足感不仅来自物质上的成功，更来自于对自我生活的认可和对他人生活的积极影响。
寻找生命的意义需要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。我们可以问自己：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的生活对我和他人有什么意义？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自己，找到内心的满足感。此外，对他人的影响也是寻找意义的重要方面。我们可以通过帮助他人、参与社会活动或关注公益事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。这些行为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对世界的积极影响，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满足感。结语：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每一步都充满了机遇和挑战。我们在探索自我、面对困难、实现成长和寻找意义的过程中，不断塑造自己。这条道路或许漫长曲折，但正是这些挑战和探索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。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，我们都应该勇敢地迎接挑战，珍惜每一个成长的机会，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。